內地近年要求學校增加學生運動時數，有學校引入 AI 設備，鼓勵學生做運動之餘，亦都可以協助老師更加容易掌握數據。喺廣東，當局都要求學校俾學生每日有2個鐘運動時間。有小學為咗鼓勵學生喺課外時間做運動，設置咗智能運動設施，仲不時舉辦比賽，家長可以同步睇到相關數據。運動完之後多巴胺就會增多，然後增多了之後就會非常的開心，然後寫作業的時候再也不發脾氣了。這是我們去年這樣一個孩子的體質健康監測的數據，肥胖率偏高。通過這些數據的分析和建議呢，我們就給了老師很多這樣一個課程開發的思路。校方話新學期會以降低學生嘅肥胖率為目標，將會開發更多結合人工智能嘅課程，訓練學生嘅體能同耐力。有線新聞何心妍報道。